弟兄姊妹啊，呢個就係保羅要嘅教會。一個真正嘅教會係喺17節所講，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謝父神。一個基督徒能夠繼續行前面嘅路，就係因為有基督耶穌嘅說話一路喺度指出我哋嘅生命需要進步嘅地方，然後我哋可以接受到，而因此向神感謝。呢個就係整個屬靈生命嘅發展嘅動力。我哋點樣去能夠榮耀神？最重要嘅目的就係要有神嘅名，主耶穌基督嘅教訓，準確地去唔會虧損上帝嘅名，嚟到去行前面嘅路。當我哋行嘅時候，無虧損上帝嘅說話嘅時候，肯定見到上帝與我哋嘅同在。點樣去同我哋作出掩護？我哋就會帶着感恩嘅心嚟到一齊行。今天我哋見到呢段聖經，從第15節以至於去到第17節嘅裏邊，以感恩開始，以感恩作結。我哋作為基督徒，其實整個嘅人生就係一個感恩嘅裏邊，感謝邊個恩啊？上帝嘅恩。嚟到一齊行呢條嘅屬靈嘅道路，去榮耀上主。因此呢份感恩嘅心，同時亦都能夠使到我哋有諸於內、形諸於外嘅生命嘅改變。而今天教會好多時候仲喺度呱呱嘈，啲人唔返教會實體崇拜，呢啲人得救，甚至引用聖經，亂引用聖經，話啲人唔返教會，像慣常嘅一樣，唔返去聚會。因為聖經講啊，不可停止聚會，像慣常嘅一樣。問題係慣常，唔係佢唔返教會實體崇拜。以馬內環浸信會正正睇見今天教會嗰種不務正業，冇系統地去將上帝嘅說話清楚有系統地去傳講，於是乎造成今天嘅教會。你去細心留意下，無論佢哋唱詩係自娛性嘅唱詩，唔係真係睇見個歌詞能夠將個歌詞嘅裏邊嘅內容成為你生命向上帝嘅發出嘅感恩，亦都唔能夠成為上帝向你說話嘅過程。我識有個朋友喺香港唱福音與流行曲嘅，佢認為自己侍奉緊主，侍奉得好好，仲開埋一間聖樂流行詩歌訓練學校。弟兄姊妹睇落佢就會話：你睇下上帝幾祝福我，而家我可以開埋一間學校，一舉兩得，上帝 win 我又 win 啊！其實教會有幾多就係跌喺呢個陷阱裏邊。借上帝為名，順便賺埋一筆。今日教會好多都係咁，唱詩歌講有 feel， 但係就冇對聖經裏邊或者詩歌裏邊嘅歌詞成為一個真係你嘅獻上俾上帝嘅歌頌。因為呢度所講嘅係啲頌詞嚟㗎，係靈歌嚟，係發表緊嗰個人對上帝嗰個感恩嘅態度嚟㗎。今天嘅教會領袖成日就話，最衰就係 Covid， 搞到咧啲人唔返教會。而家啲人唔返教會咧，教會咪少人咯。教會少人，奉獻唔夠咯。教會奉獻唔夠，咪跟住執笠咯。幾多教會執笠係嘛？弟兄姊妹，假如真係冇 Covid， 個個返教會嘅人，嗰啲人返教會係咪真係真心嚟到上帝面前，帶着感恩嘅心嚟到去感謝上帝，參與崇拜咧？唔好迷戀一個 number 人數，而明知裏邊嗰啲好多係唔信主嘅人。以馬內環浸信會人少。我唔覺得人少，但係以馬內至少喺裏邊嘅人係認真相信主嘅，唔係求求其其嘅，佢係追求嘅。今時今日嘅世界，不少嘅信徒唔返實體教會聚會，係因為實體教會已經失去咗嗰個真正原本有嗰個嘅追求認識主道嗰個群體嗰個嘅本質。而我哋教會以馬內環浸信會就做緊一個嘅見證。我哋有好多唔返實體聚會嘅崇拜嘅弟兄姊妹，但係佢哋同樣係追求主道嘅信徒，佢哋願意將佢哋所學到嘅真理，能夠喺佢生命生活嘅裏邊付諸於實行。而我哋以馬內環浸信會亦都有一啲雖然唔係好多，但係仍然肯參加實體崇拜聚會，同樣追求主道嘅信徒。佢哋學咗聖經裏邊嘅真理之後，能夠同樣以向上帝感恩嘅心，能夠彼此喺一個實體嘅裏邊鼓勵執行神嘅律例典章同埋教訓。從呢一個咁嘅角度嚟睇，教會唔係在乎於啲人實體定唔實體，教會係在乎於嗰批嘅參與者係咪真正神所揀選蒙憐愛，會曉得穿上呢7項嘅屬靈嘅美德，然後用愛心聯絡喺上嚟，以感恩嚟到推動佢哋行佢人生嘅信徒啦。今日嘅教會遺留落嚟嘅，只係成日諗住一個教會嘅結構，有個教堂，有一連串活動。佢哋為咗
有嘅係保存教會嘅一個傳統嘅所謂宗教觀，但卻失去咗真心追求主道嘅人嗰份被栽培、被一齊喺咁樣裏邊行前面嘅屬靈嘅道路，嗰份嘅原本聖經嘅啟示。因此，我哋會見到今天點解好多信徒仍然特別教會嘅教牧領袖呱呱嘈，佢都唔知原來好多嘅屬神嘅子民翻去聖經嗰個基本真理。佢唔想再只係為咗維繫一小撮人為咗要保存教會傳統嘅一種方式。嗱，首先請大家留意，我唔係否定有教會實體存在，唔係，但係嗰個只係其中一種追求主道嘅一個做法，係有好深嘅歷史，但係嗰係只其中一個。以馬內利環浸會係要敞開翻一個歸回聖經裏邊，仲追求主道，有真正生命更新嘅信徒，能夠被栽培去到上帝面前嘅一間教會。唔在乎係實體，唔在乎係咪虛擬或者網絡形式，或者仲有其他形式。不過上帝俾我哋喺呢個21世紀嘅時候，能夠提供咗一個咁嘅空間，讓教會可以有個修正嘅機會。我重複講多次，係一個讓教會修正翻佢對於教會嘅意義嘅本身嘅發展。你有實體，繼續實體咯，但係你唔好否定有好多嘅信徒係唔喺實體崇拜嘅裏邊，或者實體聚會嘅裏邊唔追求主，唔係。佢仍然冇慣常唔返教會，因為佢嘅心仍然與眾信徒走埋一齊。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真係成為一個神眼中嘅瞳人，知道我哋自己搞緊啲乜，而唔係只係為咗維持一個人為嘅傳統嘅一個硬冰冰失去咗感謝上帝嘅屬靈嘅家。